国际医学期刊发表新的研究指出，全球有超过11个人口拢有大口症，这嘛是一种营养不良的形态。而且这大口症严重的，毋是伫咧富裕的国家，颠倒是经济所得的国家会较侪，因为人民拢食热量悬、佮过度加工的物件，敢若变大口，毋过其实拢营养不良。麻放伫咧摊伫咧烘肉架顶头，烘鸭香杠杠搁真侪只。头家家切开了，包伫咧饼皮内面做者沙威玛，互人去食。不过，这种食物若食多，恐惊会增加大口的风险。根据医学期刊《刺客针》伫拜四所发表一项研究分析估计，到2022年，全世界有要甲11人得到大口症。There are some countries in some of the poorer regions of the world that have actually reduced the overall malnutrition burden. So underweight has gone down more than the rise in obesity. 成年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若大过30，就被认定是大口；无到18.5是体重无够。世界大口联盟进行估计，2030年才会达到11人大口，而且伫1990到2022年这32年之间，全世界儿童甲青少年大口的比例增加4倍，成年人也增加1倍。医生担心大口伫阿拉伯国家已经真普遍，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لأن السمنة المفرطة دائما بتسبب أمراض سكري، تسبب ارتفاع في ضغط الدم، تسبب صعوبة بالحركة، قلة الحركة، تأثير على المفاصل، تأثير على أغلب أجهزة الجسم. 分析也指出，体重不够加大口这两种形式的影响不良，拢对人体健康有害。报告也指出，食过度加工的食品也会增加着癌、加心肺功能受损等32种有害健康的风险。过去大口拢伫咧富裕国家较侪，不过最近的研究显示，除了美国以外，大口比例上悬的国家转变成这中低所得国家，尤其是太平洋岛屿也有加勒比海地区，大口的比例更加超过60成。Increasingly, the wealthy countries are not appearing in the very top.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there, but many other wealthy countries are not appearing in where obesity is the worst. 这项研究是由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合作组织加世界卫生组织的1500多位研究人员，对来自190外国家2亿2000万人的身高加体重进行分析，所得出来结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